来，你们有听我的再分享一次。来，你有听阮呢？听凯宾呢？1000人，我开始把事情讲一下，整件事情从头到尾跟你们讲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1000人互我的时阵，把恁代志讲个清楚。来，分享的先打乙分享。来，分享的先拍分享。来960了。来900倍。我跟你说啦，老邱。嗨，你讲。即摆吼。嗨。就是有一寡阿斯巴拉伫遐咧检举啦。无法度。啊，这是无法度啊。这是无法度的啦。这是无法度的啦。啊，就是有规工好饱伤用，食饱演讲安尼，100咧换腰，拢出这种代志的，你就无法度，你会干的。恁爸做直播无碍着你啊？真正无碍着。啊，规工就甲恁爸检举啦。规工就是为了检举。啊，你是咧检举什么的？你是在检举什么东西？请问一下好不好？借问者吼。来1100了啦哦。来1000了。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来现场的朋友，这真时代。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，刷加6。来，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代志的，我跟你讲免考虑啊，先打加6给我。先刷加6上来。马上刷。来去逛逛的，在这里啊。哎对。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朋友，先刷加6。来，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代志的，先打加6。想知道的，先刷加6。我知道，1200位，但是加6的不够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来加6无介多啦。哦，小帮手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来，1000多位朋友，你们进来收看我的直播，很多都是我的铁粉，真侪拢是。我来做一个问卷调查，是我铁粉的，今天帮我刷铁粉2个字。来，是凯宾铁粉的，请问阿宾那铁粉呢？先帮我刷铁粉2个字。谢谢大家刷加6啊！来，感谢各位啊。铁粉爆了、欸，爆了、哦。铁粉爆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的抗战没有爆很难啦，大个。真的啦，那你的抗战啊，感觉真歹没？感觉足歹，啊就无法度啦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啊。来，拄则发生什么代志？有一个酸民在酸民的群组说要来跟胡凯宾买东西啊，买再来搞他弃标啦。哎，没有错。啊，不然呢？老邱告诉我，你讲。来，这个酸民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他有来私讯我们说，这一个，待会有人会来跟你弃标，待会有人来听好了哦，这个酸民他直接私讯我们说，他们有一群人，有一挂人，伊会来给你买物件，但是会给你弃标 ，OK， 我收到啊。但是另外一个人。他在里面的群组直接截图，直接丢出来说，这一个就是带风向的人，就是要甲阮讲，伊要带一旁，伊叫一旁人，搁要来甲阮弃标，是伊讲，是他讲的，是他讲出来的。这个住哪里？住南投啦，叫什么？陈建章啊。陈建章，你住南投？建中兄啦。建中兄。嘿啦。建中兄。啊兄，感谢啦。哦，咁就安尼啊，咁有需要安尼。啊，过来啦，恁遮酸民群主的啦，啊，迄长颈鹿老师的啦，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教育界的老师呢，老师啊，长颈鹿美语的补习班老师呢，你嘛有伫内底啊？你嘛甲人做酸民，你嘛甲人咧做酸民，你是厝无温暖啊是安怎？对不对？你们有群主，你们有酸民的群没有关系 ，I don't care，I don't care，但是。我先讲啊，你们不要去说，凯宾开直播了，赶快大家上去开个那个账号买东西。来哦，啊，再来，我们刚开直播哦，来，大家酸民疯狂做了一件事，退群。退群啊！惊死！恁会惊哟？你会惊哟？你们会怕哟？惊哟！啊，惊哟！来，大家知好嘛？唔好。啊，我看卖啦。大家知啦，各位酸民们。胆量多一点呐、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有在看，
马上疯狂退群，一些退啊弄来啦，上无5个、4、6个开始退群啦。退到快了退群还说了一句话啦，那个我问你们一下哈，那个我用真账号上去乱，会不会被肉搜出来打？我跟你讲哦，现在酸民呢，我跟你讲哦，那阮的个性，阮袂甲你掏出来拍，阮袂安尼啦，我们不会啦，我们只会好好的认识你一下，熟悉者，做一个朋友就一顿啊饭诶，又在掰，无咧掰，来有证据无？来啊，王爷，截图传来我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叫小帮手截图传来我的 line。来，传 FB 好啊啦好，因拢介用 FB 精英部队嘛哈。精英部队，哦陈建章。哦，你们都喜欢用 FB，我嘛来学你用 FB 啦。小帮手不要传赖哦，不可以传赖。我们要跟他们一样用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怎么念？哈 ，FB 这个闪电怎么念？哈 ，Messenger 啊，你们都喜欢用 Messenger， 是不是？你拢用这个哦，闪电的哦，来。等一下哈，他先把截图好给你。退群嘛，你刚刚生你就卖退群嘛，对吧？你退什么群啊？伊还未传来呢，哎呀。那个他们那个群主因为对话太多了，他现在在刷。哦，还在刷。对，他们对话真的多到不行。群主对话真的太多到不行啊。不好意思哦。对，很会聊啦。很会聊啦。太会聊了，这些群。你们当老师的还要去当酸民？对，我真的觉得你。长颈鹿美语。咪啊，你会知影做教育界的一个领袖。对。暗时来做。酸民的领袖。领袖领头羊来搞恁爸跑。嘿，我那嘛做搞的啦。你咧做什么酸民啊？我那做搞的啦。食什么头路的啊？咱个教育界的啦哈。就是啊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他们酸民有一个精英部队，想要看截图的刷加6。来，想看的先帮我刷加6。来传归凯宾啊嘛。我们现在都在一起。不啦，咱来学音啦。我们要学习。Messenger， Messenger，是不是这样念？Messenger。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冷静。阮是有图有真相，我的个性我讲这。阮无两死状啊啦。阿斌甲我的个性拢足相神的，若毋是阮拢袂去讲，若是你是怎使啊？建中兄。同款吼，个人领导。建中兄，大家兄弟姊妹啊，拢台湾人安尼。咱爸爸拢台湾人咧。本是同根生嘛。相煎何太急。这伟栋哥呢？这林伟栋呢？林伟栋啊，伟栋哥啊。栋哥。这种物件开出来就闹开。歹看。栋哥啊，伟栋哥。栋哥是袂甲咱生啦。嘿啦。嘛甲盖好啦。嘿啦，嘛真好啦。开互恁看。都是很有素质的酸民啊。对吧？各大直播台买东西专门弃标啦。专门弃标的。专门咧讲弃标的啦，对吧？个人领导哦。建中兄你好啦，建中兄来。来，等下。我真有礼貌，我叫你阿兄哦。迄白色的车叫林伟栋啦，面顶的叫做陈建章啦。一个大南投，这个我就唔知影啦。甘真椒讲够好笑。够有呀。够有内幕呀。有内幕啊。退掉。调皮呢，会怕哦。咩啊？建中兄。南投亲友。要去胖英文，要买物件，买艺品，无要紧，咱真欢迎啦。各位群组里面的朋友们，开始刷内鬼咯。唔是啦，咱是足欢迎的啦，建中兄。小弟啊，直接跟你讲欢迎啦。但是你为什么要退酸民群组呢？还有一个什么？为什么要退群？还是你就是内鬼？
你是不是内鬼？你是不是内鬼？找到了。你是内鬼啊！哦，原来你就是他们说的内鬼啊！哎，那个卫生棉，我有帮你抓到内鬼的呢，哈，牙将军，我都有给恁吹到啊啦啊！哎，建中兄，莫安尼啦，对吧？伊就是要煽动这个选民去买艺品，对啊，这位气标，啊，作为指标，但是建中兄就紧退群，紧退群，啊，害死的是啥？是恁这个是选民，人家的酸民，对吧？是你们这些酸民，好不好？啊，会建中兄，当啊建中，大家更强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更重要，咱讲真诶啦，阮凯宾三楼遐真正有漏水，爱甲油擦。啊，你若讲真正要甲阮斗3工吼，啊，你甲阮联络者，你咧做风水的啦，做油擦甲风水，掠漏，搁掠漏，掠漏，搁掠诶漏。，咱敢有漏水？有3楼有啦，一角遐。是危险放流呀？系啊，应该是。因为咱有看地厝，奈漏水哈唔知呢。诶，建中兄，敢会麻烦你来甲我看处理者啦者。哎呀，这我袂晓啦不。是阮内行你做风水油漆的，这我袂晓，这我无内行。啊，拄好你做遮工课咧。你较内行啦啊，这我袂晓啦，好不好？我其实我讲真的啦，酸民你要去说什么，我们觉得无所谓。但是你煽动人家说来买凯宾的东西，买我的东西要弃标的，真的是不可取。我讲你有影无？对，你去开讲是恁的言论自由啊，我也袂妨碍恁啥物件。就算阮伫内底，阮有群主，我甲阿斌有伫内底，我也袂甲你讲啥。你听我的概念无？哦，你懂我那个概念吗？但是你今天针对到我们，我就是袂甲你刷，就歹互你过啊啦。啊，你叫佳佳来者好不好？来，大家，你无，你老的，你老的。我老的我给你换。哎，你莫换啦。啊无咧。哎，叫白弟去买啦。你过去者，我哎呀，来我看一下哈。来。不买可以看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哦啊，各位朋友，我要跟你们说啦，哦，来。你们酸民在讲什么？其实我都知道其实我知。你讲阮在丑八怪林家珍妖女嘛，对吧？妖女。啊，另外一个群主啦。另外一个群主你讲伊妖女哦，你是咧讲阿小啊？是讲啥小啦我？是真正捌倒摇摇啦。你妖女哦，来妖女，你坐较我来用看卖好不好？这个妖女。搞成妖女啦！来刷一排佳佳女神好不好？这样来，哈，来录开录我开。害羞呢。妖女啦，妖女啊！妖女我啦明。明就长得很清纯呐。我感觉引用词遣词不当，这明明叫做啥？你敢知？这不是妖女，好啊，你敢认真诶？这不是妖女，这个是啥？你知？杨姐你知不？对，来你讲。这个妖艳贱货。妖艳贱货。妖艳谁拢谁会下来对？哎，拢谁会下来对？你嘛生会有影啊。这个不是妖女，你是咧黑白我哪是妖女？乱讲话，人家的酸民拢讲你妖女呢，哎啊，跟我丑八怪，丑八怪，说我胸部小就算了，还说我脸平，对嘛？乱七八跟我糟。朋友会吃搞鬼，你唔知人家这个会吃搞。熊康的来，stop，我两个熊康。好好讲一句话好不来，你好？讲。好我讲一句话。好，安啦嘿。哎，家珍啊啦，因遐酸民讲，你拢互咱全公司的查甫干。对，重点就是安尼。我讲跟人家无跟食，对嘛？对咩？你若讲排骨就食就算啦，空麻敢好人食。哎啊，对，快点。佮重点是讲我甲天崩困，你嘛爱哈喽，对唔对？我找无找一个较缘投的，嘿嘛，嘛找有一个找只好的。对唔对？我生气是生气啥？你嘛讲一个较缘投的，好无？所以我讲哦，酸民的群主有人做好笑，真正做好笑。迄随个更中央，你啊随安尼随退群，啊内底开始掠来鬼，一直掠。抓内鬼啦！我跟你讲啦，我先讲。啦，你无听着我啦对啦，我嘛是搁伫内底啦。你这就急来我还是在里面呢。迄内底就带头叫一个叫普比比的啦，啊一个什么李什么李 T 恤的咯，嘿，嘿，啊足济啊，介济啦哎呀，足济迄见面拢熟悉的啦，迄见面拢伫咱遮去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还在哦，我们还在哦。哭倒母啦。来刷这个酸民了。好，我先转，来，靠近。我都被你们知道我的套路了。啊，这样我直播怎么直接做下去啦？啊，你是要叫我哪演啊，呐？我看到的我落我演的啦你。慢慢一下就搞吐吧，对嘛对不对？奇怪。我精神崩溃嘞。那种人格分裂，感觉哦。有哈有啊，做直播嘛。嘿，跟我人格分裂。小可小小。那个继续抓内鬼哦，抓到我再跟你讲。啊，今日的重点就是拢讲真诶，
总归一句，你们要聊什么，我们觉得是 OK 无所谓。台湾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。来这样，来我给上啊。我找三姐。哦阿斌嘛要讲，伊这人伊嘛伫内底。哦我先讲，恁咧讲啥，其实阮拢看有。为什么你知哦？来你讲。上无嘛三只杂口伫内底。上无嘛三只。对啊。对。哦。哦。你感觉讲恁足悬的，阮导航佫比你较悬。我先讲，阮无要冤家，阮嘛无要相拍。这是恁的言论自由，但是恁若讲到人身攻击，讲伊妖女，讲阮要来改变要开直播，连一个弹起哩，群主内底拢知影嘛，谁来起标的，安尼阮就歹互你过啊。你听迄个概念无？吼，你今日要拍啦，2、5、4、3、7、8、9，迄拢在恁的，迄拢无所谓。你讲要嘿啊，迄无所谓。不管安怎讲，其实拢还好啊，就是莫讲啥物要靠人来起标，对。这是伤啊。然后我讲一个题外话，你毋是敢抱阮即代尔，你连别代嘛卖呢。哦，你听啊，别代甲阮无关系啦。哦，别代是甲阮无关系啦。啊，你有了解无？海边不是有女生性障碍手册吗？有人说你有领。来看。你想哪有身心障碍手册？你看丢嘞！真啊假啦？丢嘞！帮我置顶一句话好无？丢诶，给他自理一下。哎，好啦。现在跑去各大直播平台专门在弃标了，因啊。啊，真要不是求敢若啊！针对咱，别台嘛是，哈，别台嘛是。来，有法度置顶无？有啊。找无呀？伊讲刷太快了。哪一位朋友？不好意思啦，我有领身心障碍手册啦。阮全公司都冇领。歹势，啊你可能无即个机会通领，因为你无法度啦。啊你要看身心障碍手册，你无够假啦，歹势。我遮有啦，来，馆长本来的啦，哎呀，馆长本来。啊来，你来，身心障碍手册嘛。哦，乡长啦吼，来。我们这个比较大张一点啦，跟别人的比较不一样。我们这个身心障碍手册，来，我跟各位说一下，我怕有人文盲，来感谢状。无啦，免甲讲伤济好，啦。来，不用说太多，是不是？这种我怕有文盲。咱这算高级的智障。对。我是高级的智障。对，我发问者，智来障也分高级甲低级哦。有。哎，有啊。人一般一个手册尔咧，对哪有表框呢？对，我们有表框，不哎一样。要做智障做甲表框无简单呢，对吧？会使啦吼，专台湾你偷一个，优秀嘛。干死人。来，啊个有啦，就有头像啦，这个头像，就有头像啦，阿妈，恁爸就智障啦，阿妈，智障，啊你敢有法度做智障？拍谁啦？哦，拍谁啦？真正拍谁哈？阮就是高级的智障。嗯，来者，好。啊，还有这种风俗题啊？不是啊，那边有人问你为什么有身心障碍手册，是因为鸡鸡太小。空，鸡鸡哦，你承认好无？鸡哦，我甲你讲啊，我懒觉无大机啊，抑毋过吼，好歹我迄天衫甲裤脱掉去洗三温暖的时阵你是哦，歹你行的。我那盘血走路诶，他先走路的呢，对吧？小人无死，对吧？伊敢若开边会使，甲全台湾，也莫讲全台湾啦，旁边的一个朋友比尔，迄个叫啥？新北渣男嘛，应该无你遮啦吼。敢若你会使甲伊比尔。安怎呀？迄天美丽华我甲伊放招啊，因为我甲伊放3届，因为伊拢安尼，伊拢会甲这偷开。啊，照你讲想要拉链拉下来，啊，迄天我就是看伊看3届这个动作，第3届我想讲毋是，我入去甲伊变数，伊嘛是安尼这个姿势。我拄甲伊扶的，拄空拄好扭出来，头发过迄个还甲扣出来。好啦。你听我的概念无？你讲伊吗？伊哦。来啦，啊，我还要呼吁一下啦，我讲一个重点哦。刚刚啊，喂，哦，鸡掰，重点好不好？重点你讲。哎啦，他到家真帮我买一桶的香水，哎是，哦，帮我卖1档的香水，懂嘿。就被骂妖女啦。哦，嘿对。安尼是咪同行的咧针对？是啊，一定的吧？一定的啊。一定的嘛。这无奇怪啊。美料不够秀吗？我们卖的太贵吗？咱敢若袂了。有点太贵哦。系啊。哦，有点太贵哦。咱搁较俗俗啊。要搁较俗的有哦。图无？来，来。我要个笑。各位朋友，100ml 的宾士男士淡香水，来，这一支100ml 的哦，王者之心男性淡香水，来这一支是 EDT 哦，EDT 是淡香水，这一支啊，随便直播平台在卖，还爱卖2500，爱哦，爱不？爱爱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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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政，
这标互你，我看嘛人会搁甲你袂妖你的，紧嘞，歹人互你做啦。歹人互你做啦哎呀，无等下人叫我渣男要安怎？不要紧啦，你搁习惯。